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迄一年的春天，班机花长在开，我登去山顶接你落山去病院。迄一年的春天，班机花开甲老热刺刺，我坐伫眠床边，窗仔外的风吹着我心内的伤悲。迄一年的春天，班机花打下去，你点点离开，无哭无笑，嘛无消息。每一年的春天，班机花拢开甲遐尼水，我思念你的心情，就亲像迄花蕊落伫土骹嘛要得开。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70集，欣赏的是高雄的简秀如小姐所带来迄一年的春天。说来去，咱邀请简秀如小姐来跟咱分享这首诗背后的心情故事。这首迄一年的春天，是我思念我的爸爸。我爸爸过身已经20几冬啊。伊是伫50岁的年龄因为破病过身去。我会记得伊破病的时阵，我要去山顶甲伊接的时阵是3、4月，是咱的班机花长得开的时阵。班机花就是咱的木棉花咱高雄市的市花。虽然心情沉重，毋过伫开车的过程中，我嘛发现到讲，咱高雄市四界拢有班机花在开，尤其是高速公路要往公山迄边的路边2排开到遐尼水啊！当然，迄个心情是袂当去欣赏的，因为我的心内是足复杂的。班机花打开的时阵，是阮爸爸带我来高雄的，看病的时间。但是阮爸爸真重伊差不多1、2个月的时间。就过身去啊！我用这班机花的开含苞待放，甲伊落去下去，甲伊的木棉花出来了，用这个木棉花的起起落落来形容我对阮爸爸的思念。20几冬啊每一年若是班机花在开，我拢会足思念阮爸爸。我嘛会做念这首诗，因为这首诗，互我甲阮爸爸的感情有一个联系，会当接续，拢袂断去。班机花伫咧春天的季节开甲非常的水。说来去，咱邀请花草植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介绍班机花。木棉，咱台湾人拢甲伊叫做班机。普遍咱伫咧台湾的时阵，班机拢种诶做行道树。咱伫咧北河迄带都足普遍的即马只要开花的时阵，拢会当看到规排的，拢是大家伫咧遐翕相。
若以我个人看，班枝上水的时阵，就是伊开花的时候，花看起来就像羽毛球。虽然伊是柑仔色的，看起伊就是就像橘色的羽毛球。但是品种无共，嘛有开粉红色的。所以讲，咱即马会当欣赏到的班枝，嘛是有无共品种吼。上普遍的，咱所看的即个班枝，就是柑仔色的。一般若是讲班枝，嘛有人甲伊摕迄个花来甲伊做沙拉，做酸菜沙拉。即个班枝伊有花蜜。所以嘛有芳啦、鸟啊，伊会真正介意。但是伊嘛有花粉，咱一般因为伊生得真悬，所以咱较袂去注意到这。但是伊若是结果的时，迄个果内面若闭起的时，会拢有棉絮。在过去有人会甲伊摕来做枕头内面迄个棉啊。我所熟悉的朋友。嘛有人专门甲迄卡落来，搁伫咧树仔顶的时，伊当伊伫要擘开的时阵，就甲伊卡落来，互伊落落来涂骹了，甲遮个棉摕来做娃娃，就是咱的迄个囡仔伫耍的迄个娃娃，就是甲伊填一个娃娃起来，然后甲伊剪腰把，就是用这个棉絮非常的柔软，非常的水，但是即卖的人。过敏的人足侪，有的人对着这班枝有过敏的现象，所以近年来已经有足侪行道树拢是去互人错掉，毋敢阁用班枝这个物件。咱看到上普遍的，要安怎去认识这叫做班枝？若是迄种较正的迄种班枝，拢会看到伊的身躯拢会生一蕊一蕊迄个刺，伊迄就是咧保护伊家己，就参像迄个刺猬共款，伊要保护家己的时阵，伊就会刺压压。这班枝嘛共款，但是因为伊的定度较无遐定，所以嘛有人摕伊班枝这个树身来甲伊做玩具，并无用足大，因为伊迄个树身本身就有一蕊一蕊的刺，所以讲。普遍咱所看到的，就是以早咱迄种绒毛娃娃的填充物，就是用这伊的棉絮来用甚至讲嘛有人摕这来拍棉被，迄是在过去即马咱用的已经拢无用这嘛有人摕伊的籽来甲伊煎油，但是这应该伫咱台湾，现在即马应该较少人伫用这种物件。这是在过去，确实就是有人安尼伫使用。每一年的春天，班枝花拢开甲遐尼水，我思念你的心情，就亲像迄花蕊。落伫土骹，嘛要别开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意思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简秀如小姐写诗，关秀萍小姐主题讲解，查门客电台制作。公司主持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。